咱伫基督内底，可咱家己无办法。保罗写遮尔侪批信内底，你若注意看时，有一句话一直出现：伫基督内底，靠着基督，透过基督，都因为基督，咱会当性命得到永活的即种应允伫咧，咱会当赢过黑暗的势力伫咧，咱会当平安和平是啥？因为咱有伫基督内底。伫基督内底，现在代表讲，咱上帝有这属灵的这种器具互咱，属灵器具互咱，就写伫这个所在，包括圣经、上帝话语、祈祷、公义等等，这下骹这圣经才甲咱讲。以弗所书第6章第10到18节是讲，咱要穿军装伫咧。咱前几个礼拜，咱拢已经背记讲军装是啥？为救恩的这种头盔开始，一直穿到真理的这个下大信心的这种箭牌啦。这个挡箭牌啊，还是这个信德诶，这个信心的这个，以及这个公义的护心镜，爱穿平安的话，还佫举信心的剑，这等等这个，你有常用穿这个军装无？加拉太书第5章20到23讲到啥？讲到信心的轨迹。这个9个一粒轨迹中，有9个这个特质的神，有安尼无？你可能会讲啊呐，这属灵的器具敢若无啥力咧。毋是迄种咱细小所知影，我足有关系咧。若要比拳头母，我也较大；要比即个后壁背景，我捌什么人？咱咧讲的即个赢是毋是安尼赢？咱所讲的拄则所看见即个属灵的力量是毋是真正无力无亏力的？但是咱来看耶稣，伊安怎互即个撒旦推去，已经赢过世间的即种。黑暗的势力是啥？就是用这个属灵的器具。咱看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到11节，耶稣伫旷野地方受试炼时，安怎魔鬼安怎这个试探，安怎个诱惑时，伊用上帝话语就甲退掉去。后壁迄个圣经在先继续甲咱讲，就是甚至讲有圣神，耶稣已经上天，伊讲伊要找见圣神保惠师来帮助咱，互咱有气力，会当抵挡，搁咱会当有气力，咱知识会当明白。伊佫甲咱讲，我的担是轻的，你来就近我，你要得到安息。主耶稣互咱的武器是即种武器，有力无？有力，是侦查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伫，是讲爱迄种靠着暴力共款才是有力伫。既然即个属灵的器具是有力的时，咱要安怎来使用？要安怎来运用即个属灵的器具？今仔所看即圣经节，就是互咱真好的即种学习。保罗用这个圣经在甲咱勉励，保罗甲咱提醒讲啊呐，你有上介好防卫，保护家己的时，你就是上介好攻击的咧。伊毋是要咱只是用消极伫遐互人攻击，然后家己拢敢若真委屈安尼，啊拢袂使讲话安尼，伊毋是即个意思的咧。伊是要互咱讲啊呐，咱来有一个会当攻击，这个攻击是安尼用上帝话来攻击的咧。要帮助人去看到真理，可以会当恢复甲上帝中间正确这个关系的。原来咱要甲人和好，毋是讲因为我会当，而是讲你甲我和好，是因为伊倒转到伫上帝面前，伊知影以后才会当甲咱和好。所以，咱袂记咱4个字、头一个字就是用光上帝。咱因为用上帝做中心的时，咱才会当开始做伫后壁就到最后嘛是倒转到伫用光上帝这条路。人要甲咱和好时，毋是因为咱安怎搞，是因为咱上帝感动着伊，伊甲上帝关系已经得到正常，才有可能伫迄个所在甲咱来和好。当然，咱看见这今仔日所看这圣经在其实会当分做5点，这5点内底就是照后壁这圣经在所写的，当讲伊啊控制家己的喙齿，啊追求一个敬虔的这属灵同伴来帮咱。咱继续行好事，咱了解咱家己的限制，以及咱有一个上界大有力的这种器具伫咧。咱三个来看，头前就是控制咱家己的喙齿。伫罗马人书12章14节就是安尼讲：困着恁的，就甲因祝福，就祝福，无伫咒诅。咱可能甲对方想要好心，但对方可能搁咧真受气，伊无爱甲你好心，你要安怎？伊常常会甲你中伤。甲你讲足侪无好，因为人就是惊安尼。我若先讲较侪，你无好心，安尼我就赢，别人就袂讲我毋好。这是人世俗所用的方法。圣经甲咱讲，对方不准安怎伊甲你中伤的时阵，
你毋通用同款的态度甲回应，对不对？你颠倒爱活伫稳定中间，只有讲造就人的话。咱记得讲着用听心讲现实话，是讲啦，误会、垃圾的话，一句都袂使讲出去。你只有讲造就人，互对方得到利益。真正一个基督徒就是安尼，不管伊对方是安怎，咱若甲伊共款讲伊共款的话时，咱就甲伊共款的啊。基督徒是分别罪性的意思。你是属于上帝囝儿呢，你毋是魔鬼的即个囝儿呢。所以你的做法就是照着上帝要求伫遐来做，不管对方安怎回，咱都要用祝福伊的话，咱都要讲造就人的话伫咧。彼得前书第3章的第90嘛安尼讲，无用歹报歹。还是软骂报软骂，反倒着祝福，因为恁受调是要互恁承接祝福，无毋对。咱基督徒就是安那受调的，咱受调要创啥？要受到上帝祝福啦，毋是要看人安怎，咱是看伫上帝所有的。控制咱的喙齿的时阵，不但咱当表面更较侪激励着对方的受气，更当帮助咱有充满着疼心的这种态度伫咧。可当对代志有更加正确的看法。若无，咱常常就互迄个怨愤，甲咱蒙蔽去，咱看袂到较清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咱就要爱祈求健康的人的这种帮助。罗马人书12章15节到16节继续讲，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三款待着同一样的心，心志无伫好高着促就。卑微的，无伫掠家己做有知识。原来咱以后要向对方来好时阵，咱常常伫着真抓即挫折的，因为对方无愿意。所以当了安尼时，咱单单要含即种无要和好即种邪恶的即种中间咧冲突咧抗争的时是安怎？咱是非常困难的，咱靠咱家己非常困难。所以咱真需要有种健康的属灵的同伴，会当来甲咱帮衬，会当为着咱来祈祷。伫即个箴言伫7章第5节到第6节，伫遐讲显然的责备赢过稳密的即个爱情，朋友的拍伤出自忠心，独对敌的真喙是过也多。甲咱讲啊，咱毋通看表面，表面对你好，表面要和你亲，结果迄是假的。迄受气，这无颠倒以后要甲你讲你的毋对，这才是朋友，这是迄种真正会疼你的人。咱咧处理即种真困难的冲突中间时，咱常常看袂到咱想要伫的即个答案伫咧。结果伫是属灵的同伴的辅导就非常的重要，伊会鼓励，伊会即个提醒，互咱袂离开上帝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咱常常为着这。伫这努力中间，咱看袂到咱的结果时，咱就灰心。灰心了啥啦？咱开始埋怨，埋怨的心埋怨着咱四周的人，毋哪里个埋怨到上帝迄个所在，伊互咱偏离上帝道路。毋通人爱注意这样代志。第三个就是17节所在底下所讲，无得用歹报歹，伫正人的面前，着多无遮的好事。就丢无遮好事的时，法务办讲要留心去做，爱留心去做，留心去做的时，这原文的意思是讲，伊毋是讲想到去做安尼，是经过真事先的这种计划，啊想到未来可能会安怎，然后伊就伫遐特别谨慎去做，迄就是原文的这个意思伫咧。你无得用歹报歹，佫得爱用好，伫正人面前的时，都无遮好事。就是遮因个好的时，我得特别谨慎，佮有计划去遐做，因为这是正人看做好，嘛是上帝看做好。当对方无要合作的时阵，咱啥物要游玩接受上帝道的是非常重要的。伫彼得前书第2章的12节，伫迄个所在讲，恁伫外邦中行做着端正，互因看见恁端正的品行，就伫因所诽谤恁做行歹的事。因通伫感慨日子荣光上帝，这所在甲咱讲，不管是对方安怎，咱来继续行伫咱应该行的。到第2章15节，因搁伫遐讲，因为上帝旨意是安尼，就是恁行好来他害歹人会毋知影。你继续行好，因为你的对象就是上帝，毋是对人。彼得前书第3章的15节到16节嘛安尼讲，
要用温柔、甲敬畏、甲敬畏来分数，就存无通责备的良心。则恁伫打落一项事受诽谤，就伫迄项事为互遐个偌恁踮伫基督的好品用的家己受见效。在彼得前书甲咱讲，拢是安那，不管对方是安怎，对方安怎讲遐无好，你继续行伫好时，对方到最后颠倒，伊家己会去受伤，别人嘛会当看出来是安尼。圣经中间有一个大笔，伊会互咱真好学习。大笔甲扫罗王中间，扫罗王因怨妒大笔受到人的敬听的时阵，伊就计谋一直要害伊，但是拢杀袂着。大笔一直杀标，一直逃闪伊。有一边有即个机会，大笔因为大笔秘伫即个洞内时，扫罗也去到迄个洞内底，伫迄个所在咧方便，然后是即个大笔有机会当杀死即个扫罗。伊无杀死伊，伊讲啊呐，因为扫罗是上帝所膏立的，所抹油的，我袂当安尼来做。伊用即个行好事去面对伊，无因为对方要杀伊，伊就要杀伊。伊互咱真好的即个模范伫咧。圣经嘛拢一直甲咱讲，对方安怎，毋是咱的代志，咱安怎是咱的代志。所以伫遐讲行好，其实是永远是上界安全的路。你无必要伫遐来惊什么，惊人惊神伫咧。咱来继续伫迄个所在来行好。第四点，伫遐讲到，咱来了解家己的即个限制伫咧。12章的第18节到19节讲，若会通甲正人和，就着尽力甲因和。所听兄弟啊，无你家己心冤，着忍气较好，因为有记载讲，主讲心冤在伫我，我要报应伊。咱袂当伫迄个所在。强迫别人伫遐来行好，但是咱会当尽力去做咱家己应该做，去解决即个冲突伫咧。假使你若已经有尽力啦，你尽你的责任的时阵，有可能这样代志嘛无办法解决，要安怎？有可能你要暂停，无必要搁继续。你若搁继续落去时，你可能开始一个负面的产生。我为什么这么努力，袂当达成安尼？啊，为什么呢？开始可能埋怨别人，埋怨来埋怨去啊。只甲咱讲，你若已经尽力啦，你可能要暂停要去解决这问题。等后壁这个大环境有改变的时候，有新的机会发生的时候，咱才过来继续就伫遐努力。咱世间人所咧看即个成功呢，的定义无共款。伊是感觉讲，你到底你毋知有偌济即个钱财伫咧，你有偌济名声伫咧，你毋知权力影响力偌大伫咧，你的成就偌大伫咧，安尼再来看你的成功。但是上帝定义完全无共款。上帝是要讲，你对伊的旨意有忠心无，有顺服无？咱来看旧约时，你毋要注意看到即个以色列因的记载，讲到列王记甲历代记无？列王记甲历代记拢咧讲到因即个历史，即个王安怎，即个王几年的时，伊做啥物代志啊？啥？然后伫列王记的时是讲到北以色列国甲南犹大国，历代记敢若记载南犹大国。因为南犹大国是代表的好的，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最后时讲到这个王的时，后壁一定讲一句话：，伊到底是毋是行上帝目睭来看这好还是歹？这个讲这个王好歹，是看伊有行伫上帝眼中看这好还是歹？这是上帝眼光，上帝要看你一个人有成功无？你做人有成功无？你有照着上帝旨意去行无？你有忠心无？你有顺服无？上帝掌管咱所有的这种结果伫咧，所以伊知影咱的努力并无一定会当成功，伊会当明白伫咧。咱只要知影讲，咱有尽力啊无。传道书12章13节嘛来讲，敬畏上帝、谨慎守伊的诫命，这就是人招庇的本分。咱爱做就是安尼啦。咱不对方毋是咱会当去控制，但是咱爱为着咱家己来尽责任的。所以你若已经尽责任的时，你就会当把这剩咧无解决这问题啦，交互上帝接手去做这个代志的。咱若了解家己的这个限制时阵，其实就是要惊讲咱会去做着这种报复的这种试探的咧。咱无爱陷落伫迄个试探中面，上帝伊是公义的，伊家己会去处罚迄个无要悔改的人。圣经在拢是安尼甲咱讲，他拄仔所看见就讲，伸冤是在伫我要报应伊。
所以咱无必要为着家己受的这生源伫迄所在，安尼想办法，着要家己安怎来努力，然后你就变做陷入家己自以为意。所以千万咱要小心，